乡亲啊，咱提醒哦，但是12路口你徛倒来要倒弯，麻烦你徛到对面先停一下，较甲过。你若无，你就像即个高雄燕巢即个查某技师共款，你看害死一条人命。伊就是到12路口，看到因兜就伫咧倒边头前尔，所以马上规台奥多摆就安尼挖过。伊想袂到后壁直行奥多摆总达弄落去，这个查某技师呢，伫要到因兜啊，伊互弄了了，人是受伤而已。不过后壁这个直行的奥多摆技师弄一个煞状死去啊。结果一查，伊是一个咧做兵的，原底是休假要等于燕巢的基地，想袂到部队里底等无人，即马一问才知影，伊出车祸被人弄死了。暗时8点外，路口发生车祸，电动机车向违规倒滑，互后壁骑车的人撞到，飞几若公尺远，撞上过往。车祸现场零件落甲规涂骹拢是，意外就发生伫咧12号暗时8点外，高雄燕巢中西路和中西路10巷，才无车红灯。当时一位34岁小姐骑电动车，想讲出到伫咧头前巷仔口，结果探紧违规倒滑，互后壁直骑24岁姓林的少年仔，从袂护闪挤落去，飞到真远，撞伤过身。就是嘣一声，然后我们就出去啊。然后就发现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发现那个男生然后是先看那女的在地板，就是都躺在那边，不会动，就听说是阿兵的。根据了解，姓林的少年仔伫咧燕巢营区做兵，迄天暗时仔踮咧回营区军方等无人才知影出代志。亲戚朋友希望看监视器、行车记录器来了解头来尾去。远警对双方实施9测及抽血检验，结果均为0。现场已完成测绘、采证，并调阅监视器，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分析鉴定，并报请检察官依法相验。路口无车红灯，附近的民众讲，遮大家拢骑真紧。这一边骑车的小姐违规倒滑，杀害别人出车祸，这24岁人生就行到尽尾，互处理人拢无法度接受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